真欢喜，咱又到咱主一礼拜敬拜时间第一场。咱现场已经有兄弟来到伫教会，咱人望伫即个线顶网络的顶面，兄弟你也准备好哈。咱无论是现场还是伫空中，咱拢做伙同一个心要敬拜上帝。咱先别倒，准备来开始。圣经诗篇113篇第1节到第3节，安尼讲：恁着学乐耶和华，耶和华的奴仆啊，恁着学乐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学乐，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乐的。是，咱对日出到日落，咱拢要学乐主。即是咱要通过敬拜团，带咱做一个同心的聚会、祈祷、甲学乐上帝。咱请敬拜团。两位祝大家平安。平安。咱真欢喜，会当伫教会，也伫山顶，做伙同心来敬拜主。首先来用祈祷来到主的脚前，用首诗歌来准备咱的心，也献上咱的祈祷。我用祈祷来到你脚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破桥所在，今夜我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祈祷做事，我的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铺白，予你我归向你。我用祈祷来到你脚前，我要追求。我要踮伫破桥所在，今夜我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祈祷做事，我的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铺白，予你我归向你。主，我是软弱个能吃，你可是我的力量。用你亲切的手引带我，那就是我的理想。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祈祷做事，我的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铺白，予你我归。每一摆咱举手祈祷，哈利路亚！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祈祷做事，我的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铺白，予你我归向你。我邀请兄弟来为几项代志来祈祷。
首先，咱为着咱的灵性甲咱的牧养来祈祷。咱第一项为着咱个人甲你的亲人来代祷。我知咱最近有侪兄弟姊妹身体欠安呢，咱为着咱厝的人，伊的身体、伊的信仰、伊的服侍，也是伊学业来事业来祈祷，愿主来祝福咱的家庭。第二，为着咱引带咱信主的兄弟，甲牧者来感谢甲祈祷。感谢引带你信主的兄弟，无定伫咱的教会，总是求主伫咱的祈祷中，你也常常纪念伊伫你生命正做美好的代志，也为伊的家庭来祈祷。第三，为着咱的小组长、区长、甲团契会长，甲咱的牧者来祈祷，尤其伫这个疫情的中间，咱特别看到小组长的重要，透过小组长的关怀，互咱的心拢能结连做伙。请咱开声来，首先为着这三项代志来祈祷。主啊，双感谢到你，主啊，为着阮家己献上感谢。主啊，求主你来保守看顾阮的家庭。主，阮感谢你伫阮疫情中间，你有愿引带阮，互阮的学生、阮的囡仔、阮的学业、事业，拢着你的保守。总是求主你的恩典甲阮同在。主啊，求主你来保守看顾阮，阮的阿伯引带阮信主，总是你的祝福。恩典永远甲因同在，主啊，所以保守阮所有小组长，透过因的关怀带领，互阮伫疫情中间，永远会当将兄弟姊妹拢完全的靠伫你面前。愿主你纪念因所做，该天因信心力量伫因中间，现在欠缺，愿主你也保守看顾，愿主你甲阮同在，求主你大大来祝福伫因的生命中间，愿主你看顾保守看顾。刷接。咱也为着咱教会兄弟甲事工来代祷。咱最近有侪兄弟姊妹身体欠安的，心灵欠安的，也有是有死失的，愿主会能甲因安慰看顾。第二，也为着咱教会青少年事工提名会牧区甲助力渐渐要恢复，这个事工的中间，较侪人投入伫这个事工中间。第三，要为着咱要渐渐恢复正常的聚会，甲礼拜来祈祷。咱台湾社是真无简单，是短短3个月时间，咱会当转来伫教会来敬拜，这是何等宝贵的代志。咱在伫美国，因经过一冬的时间，永远拢袂当伫教会聚会，咱献上咱的感恩，请咱为着咱教会兄弟咱事工，咱开声来祈祷。主啊，双感谢你，求你灵来充满伫阮教会中间兄弟。主啊，知我这兄弟因身体欠安呢，主啊，求主你灵来医治看顾因的疾病，主啊，所互因伫治疗过程中间，永远我靠你得到坚强，得到快乐，得到医治。主阮心灵软弱的，愿主你来看顾，特别将自然节因的家族向着你教顾，主你保守款安慰因的死失。主啊，阮将阮教会青少年事工，主啊，阮完全仰慕伫你面前，求主你来看顾阮有一青少年，兴起较侪青少年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阮也感谢你，为着阮的教会要正常来恢复礼拜，讲每一个带着快乐灵来到你面前，愿主你听阮的祈祷，求主你保守阮，互阮会当行做一个荣耀教会，求主你安慰感谢，主啊，双感谢到你，你多感谢主啊，双感谢你，主啊，双感谢你。每一届咱祈祷，咱要当主的手，哈利路亚。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事，我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青山，道路要铺白，予你我归向你。我用祈祷来到你脚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跋桥所在，伫遐我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事，我手袂当停。每一摆我祈祷，大山要成山，道路要铺白，予你我归
所以咱为着咱所徛起的台湾来祈祷。第一，咱持续为着咱台湾甲全世界疫情来献上来祈祷。咱感谢主，保守咱台湾会当得到疫情得到控制。总是咱知影全世界疫情佫真混乱，所以咱持续为着这受苦难的百姓来祈祷。第二，持续为着咱台湾的经济发展甲安全来祈祷，互咱一个受影响的这个事业，拢会当慢慢恢复。第三，咱特别为着咱台湾的福音来事工祈祷。咱上帝真听咱台湾，总是我相信伊为的心意。咱来为着咱台湾所有的教会牧者来祈祷，兴起咱全台湾的教会为着福音来打拼，互咱的台湾成做一个福音的宝岛，成做一个福音坚强的当对外传福音的一个宝岛。最后，咱为着阿富汗来祈祷，咱为着遐百姓有一个信仰的迫害。有一个女性人权的迫害，咱来为着因来祈祷，咱开声来为着这个事工来祈祷。主啊，上感谢你，求主你保守看到阮台湾的疫情，求你灵来充满伫阮的台湾。主啊，你意爱阮伫你面前。主啊，求主你保守看顾，互阮伫你面前，伫你看顾。主啊，所阮特别求主你看顾阮台湾的经济，保守阮台湾安全。阮在伫全世界战乱中间，台湾有你的保守甲看顾。主啊，求主你持续来看顾，建国所有的台湾的教会。主啊，你兴起坚固复兴阮台湾的所有教会甲牧长，互阮着常常伫你面前来徛起这个传福音的事工。求主你保守阮，互阮知影主你的心意是安尼。主啊，互阮来坚强伫你面前，勇敢来传福音。主啊，感谢你，咱来为着阿富汗的大家前祈祷，愿主你保守人民看顾遐百姓。主啊，要一迫害，一信仰的迫害，一女性的迫害。主啊，求主你人民看顾。主啊，求你保守看顾阮，伫这个全世界战乱中间，永远有你的平安伫阮的中间。主啊，感谢你，谢谢阮为着咱今日礼拜来祈祷，求上帝赐予咱有每一个人有谦卑受教的心。求主恩膏咱下牧师，今日要用上帝的话来激励咱。第三，求咱敬拜中间，求主赐予安慰医治的灵。伫咱每一个兄弟需要心上的顶面，咱开声来为今日的敬拜来祈祷。主啊，所感谢你，求你灵来充满伫阮今日的敬拜。主啊，所求主，互阮每一个人愿意用拍开的心，咱也受你的话语，求主你也保守下牧师，互伊当充满主你的恩典，恩膏来到你面前。主啊，所恩典满满，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愿知，阮爱用俄勒心来到你面前，求主阮的敬拜，来建一个欢喜荣耀的敬拜。主啊，所感谢你，愿主你今日充满伫阮的敬拜中间。主啊，所感谢你。亲爱的救主，阮感谢你，愿知你的确要听阮卑微的恳求甲祈祷，伫全世界瘟疫。天灾甲战乱的威胁下面，愿大犹愿当安然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而乐，这是何等的宝贵！求主你赐了较无灵伫阮的中间，愿用火热真诚敬虔的心来敬拜你，愿今日敬拜充满你荣光甲快乐，愿咱人生得到快乐。我们将一切荣耀拢要归乎你，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候邀请咱现场是咱线顶兄弟姊妹，咱拢徛立来出声来，俄勒主耶稣，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俄勒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俄勒你，你的一切拢得见证伊的地位大宽了。打着俄勒敬拜来回扬，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俄勒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俄勒伊，你的一切拢得见证你的地位大宽了。打着俄勒敬拜来回扬，哈利路亚，荣耀的。为爱同行，我了俄勒你，专业敬拜你，用心创造万米多
伊的真相。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求了体为爱来降上。我俩我落你，全已经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伊的心事。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哈利路亚。用真心敬虔的心学落伊，今天一切拢得见证伊的地位大宽乐，咱拿着落敬拜来回扬，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为爱讲声我俩我落你。全已经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伊的真相。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求了体为爱来降上。我俩我落你，全已经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伊。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落你。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为爱来降上。我俩我落你，全已经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伊的真相。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欢喜落你。用真心的敬虔的心学落你，你对一切拢得见证伊的地位大宽乐，咱拿着落敬拜来回扬，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求了体为爱来降上，我俩我落你。全已经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伊的真相。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为爱来降生，为爱降生，我俩我落你，全已经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伊的真相。我俩我落你，全已经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伊的真实。用真心的心，放靠伫你面前，开我心梦。予我看见，用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对啊对你来的温柔谦卑，用真心的心，放乎你面前，开我心梦。予我看见，用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予顶温天，你看顾我，予顶温天，你保护为我路。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落顶稳定，顶稳定，你，主耶稣感谢了你，顶稳定，你保护为我路，顶稳定。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
我的嘴要充满了。你有山早，我所有困乏；你有山早，我一切当当。你有山早，我心内悲伤。你的名担起大大路，你有山早。主耶稣，你山早所有的重担捆绑。哈利路亚。你有山早，我心内悲伤。你的名担起大大路，何等恩典，你看顾我，何等恩典，你宝贝为我啦，何等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罪要充满了。何等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罪要充满了。同齐来吟圣诗181首，同心阿乐天父。同心阿乐天父，主的永活上帝，听从人民无穷无尽，照顾天中天。阿乐耶稣之名，上帝都是会行，讲我的大小人做大，替人放下性命。阿乐上帝诚心，原谅感化万民，对天降临良人的心。阿乐解救我心，阿乐三位一体，地叫诚心上帝，至尊至大万有主宰，阿乐到万万世。咱三角来祈祷，阮同心自治伫遮，阿罗爸囝圣神上帝，感谢天父，你创造宇宙万物，是阮人民世间人，你是堪得一切荣耀的主，佮差派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来到世间，放弃家己的性命来救赎阮的罪恶，互阮有新的活命，佮有圣神踮伫阮的心内，做阮随时的帮赞。互阮解救换新，全能的主啊！你捌讲，既若两三个人同心合意自治祈祷，无论求啥物，你的确要应允阮。只是阮为着台湾正百姓的健康甲经济的问题来祈祷，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人的生活受到冲击。求主保守，赐予总统甲执政团队有智慧，制定好的政策。互人民得到照顾，生活顺遂，心灵平静安稳。嘛为着台湾百姓灵魂得救来祈祷，因为每一个人拢需要福音，每一位基督徒拢着去传福音，期待富强教会的众兄弟姊妹，诚侪美好的见证，影响未信者，愿意拍开心门来跟对耶稣。阮感谢主，互阮今仔日会当平安来受主日，
无论是实体聚会，也是伫网络顶敬拜主，阮知影，阮的祈祷总是无够野。即时，阮要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愿愿愿天地的天地的父，愿你的名圣，你你的的国国临临到，到，你的旨旨意成，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误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求你阿罗，要我祈祷，你的家里强必求讨，我那所求，阿弥指引，我的永远献出作品。请坐，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两位，头一位伫马可福音第4章26到29节。耶稣佫讲，上帝国亲像人将种子压伫地里，伊暗时去困，日时起来，种子咧布芽大丛。阮毋知是安怎会安尼，土地自然生产五谷，大生布芽，后来土穗，最后把穗。五谷熟的时，随时用黏力啊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到啊。第二位伫马太福音第9章37到38节，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通收成的真多，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收成的主，差派人去收成。愿上帝赐福听叹伊话语的人。即时，请圣歌队员影音献诗，献诗煞，请校牧师进道。今仔日校牧师分享的信息是种子甲上帝个奥秘。
路亚，感谢主！通过圣歌队虽然用影音，但是咱伫现场啊，佮伫线顶兄弟，咱共款经历着哈利路亚，俄罗主领受到的祝福甲平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咱所有伫实体做礼拜的兄弟，以及伫线顶咱心内有较大的期待。伫即礼拜呢，咱有2-3日已经加零啊，加零啊！咱真期待会当紧紧搁转去到5月，伫母亲节迄个时阵咱虽然还搁挂口罩但是拢无受到其他的限制，会当专心自执来敬拜上帝。咱继续为着这项事来祈祷。咱也甲隔壁的兄弟甲线顶的兄弟，讲大家拢平安，好无？大家三声安一个来感谢主。这时间这时刻有平安是比任何搁较价值拄则魏鹏长老咧带咱祈祷的时阵，有讲起着咱台湾3个月对500几个、700几个，搁降转来0。咱掠做讲迄都自然而然的，无遐简单，无遐简单。当然咱的领导这个防疫的单位真用心，主要是咱国民的素质，实在是无得讲伫美国到这个时间，因的这个驻有风社的迄个比率已经遐尼悬嘛是逐日拢几啊万，咱听起来想讲这款数字是要互咱惊着安尼，咱若过几咱就烦恼甲总是咱会当讲全然瓦靠，因为你操心并无一定互你安尼较平安，是咱交托照期间来遵守这个防疫咱看见昨昏在报新闻讲这个垦丁啦、琉球啦、小琉球拢一大阵人就对啦即嘛听讲合岛全家的人唔免过迄个亚克力板呢，好亲像咱已经搁慢慢要转来恢复咱正常的生活，总是主风下了嘛，搁有人着所以咱犹原都爱真细致用上细致的这个方法来保护咱正大家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你爱阮有谦卑求教的心，是让阮知阮家己拢有限，阮的世界有限，阮的知识财物有限，阮对未来的事嘛毋知，所以阮受教的心是，毋是要阮意爱听什么，较介意什么，是阮要听圣神对阮讲什么。主因为你的话适时对阮有帮助，所以阮就要开阮的心，求上帝你通过你的话来提醒阮，来指点阮，来引导阮。阮今仔日分享你圣经的教示也同款，阮逐个人对你拢得到造就。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的主题叫做经济甲上帝国的奥秘。伫连续这1-2个月来，牧师拢有讲过3个主题，拢甲经济有关系。一个是马一粒马的精神马落地，安怎互伊发出遮侪的这未遂来？咱顶礼拜有讲起着野种的批注野种的批注，也伫路边，也伫石架地，也伫气配内，也伫好土地所发生的。今仔日咱读的经节是马可福音4章26节到29节，这段经文真短，是其他的福音书无写着。虽然安尼改成足类似啦嘛感觉讲真熟悉的感觉，不过耶稣讲的点无相像，所以老师今仔日用这段经文来甲咱三个学习啦耶稣安怎讲呢？伊讲上帝国，第一个出来就是大主题呢，上帝国。咱伫今日顶礼拜咱分享着讲，耶稣所要讲的对象，毋是遐个经学书，毋是遐个头脑
知识足早的人，是一群普通的百姓。啊，所以上帝国这个道理，连聪明的人都听无介有啊，那有可能是互这个百姓听有呢？所以伊讲上帝国亲像啦，吼，亲像的意思毋是等于哦，是亲像什么？伊讲亲像人将经济，吼，也伫地呢。上帝国经济也伫地呢，安尼有啥物变化？讲这做事人，伊暗时去困，日时起来，讲经济伫布艺大涨，伫困，啊日时起来，伊就家己发起来啊，吼。讲伊毋知是安怎样啦。耶稣要甲咱提醒，也是甲咱一般的普通百姓讲，上帝国你无了解，无清楚。毋过你看经济安怎压落去，困一暝，过两工就大涨。啊，你毋知，毋过你知影伊有大涨。啊，这是耶稣要对这个加利利海附近的这个做事人，这个平民百姓，伊讲土地自然生产，自然哦，吼，毋是人的规律，自然生产五谷，大成布艺有这个顺序，后来土穗，搁来把穗安尼。29节，五谷熟的时，随时用黏力啊来收割，就是镰刀啦，吼。啊，这黏力啊，这咱台湾有一个地区的人会讲一句啦，讲黏力啊，黏力啊，啊，原来是咱的镰刀就对啦，吼。讲收成的时到啊，看起来这是做事人吼，熟啊，毋熟，也是讲目睭刻刻嘛知影做的事。啊，毋过耶稣甲一个天国、上帝国的道理来甲这个正作来结做伙，到底互咱有什款的学习甲启示呢？第二段经文，咱小等的后壁面，咱来学习吼。那耶稣讲这个譬如，咱大圣是先想到什么？讲生命本身是一个奥秘啊！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奥秘。马可福音书的中间只有两个譬如，无伫其他的福音书都敢若伫遮。啊，其中一个就是今仔日咱读的经文吼，马可福音4章26节到29节，伊比较了上帝国甲伫地里亚洲的工作安尼。啊，那经济是奥秘，生命是奥秘，咱基本的前提拢是知。毋过咱能够小小啊甲想哈，来想讲，这个经济生命的奥秘到底奥秘伫倒位啦？有时咱修饰足自然的，像做事人做啊惯势啊。毋过当你甲想起来讲，哇，实在是真奇妙咧！这粒小小安尼无架目的经济。内面蕴含着真奇妙的生命的机制，啊，咱用目睭、用肉眼看无啦，看不出来。所以大自然充满各种的经济，啊，咱若甲想起来吼，哇，这经济甲咱生活是关系足深呢，迄毋是干那做事人才有咧关心呢。兄弟姊妹，你甲想起来吼，我突然间吼，昨暗咧想讲，哦，我这经济。对我的生命，对我的生活健康是遐尼重要。咱伫人类的生命、生活所需要的食物，离袂开经济呢。你食的米、食饭，咱咧食的米、麦啊、面，咱逐早起啉咖啡，爱啉豆奶，啊爱食土豆、食土豆糖啊。啊，咱食迄坚果，讲吼，一日爱5坚果呢，吼，食落身躯啊较有营养吼。啊，咱即马足爱用橄榄油啦，吼，讲橄榄油内底较无烟，啊，橄榄油对咱身躯的血管较好。还是食葵花籽油，兄弟姊妹，咱甲想原来这拢是经济咧。假使若这大自然上帝无互咱经济吼，我看咱人的生命无通遐尔啊好过哦，因为靠这。啊，所以咱阁有一句话讲：“民以食为天。”哦，有这吼，这是生命的源头呢，根源呢。啊，所以这粒经济的生命，甲你真重要，敢毋是？啊，所以经济遐尼多，我看咱无一人算会了。啊，毋过各国的政府知影讲，这经济遐重要。所以，逐位拢有设这个经济的保存库啦。从经济，各种经济吼，包括
即种的食物内底有几啊种品种，拢甲收起来。啊，所以用上先进的冷冻设备来保存即个生命基因的种子，啊，咱改称做个种子的挪亚方舟，挪亚方舟，意思是讲，这大自然咧变化，咧产生灾难，唔知影什么时阵要来，所以种子来咱甲保存好，然后有一天真正这大自然发生大变动的时阵，好佳哉还佫有即个种子库内底的种子摕出来，佫定甲栽啦，来甲种啊，它才会当有新的食物起来安尼。所以咱看见讲，这种子啊经过保存就是会当1000年哦。啊，生命力佫较强的咱的高粱的种子讲会当保存19500年。啊，所以事实足侪的科学家老早就了解这样事。现在全世界上出名、上大的一个种子库，或者用种子的收存的种子库，叫做伫挪威所在，叫做斯瓦尔巴的种子库。伊就是伫挪威是伫要往北极，足寒足冷，啊，佮离即个挪威的外海的一个岛，啊，伊伫迄个所在，伫山洞拍一个足深的山洞，啊，内面有一个恒温的设备，就是讲冷冻冷下几度就对啦啊，全世界各地的政府，也是讲一寡即个 NGO 的团体，大家拢做伙来收集。会当收集的种子，逐项拢甲，比方一罐，也是偌济，一个安全的量，啊来存入伫即个挪威即个所在。啊，为着要什么？为着要保存讲有一天发生灾难的时阵，亲像火山爆发，亲像地动、大海啸，所有的食物拢无去的时阵，免啊佫定灾落去安尼啊，这是种子库的内景啦啊，有人爱收集各种迄个种子若逐项收集做伙，像一张足水的图啊，种子拢会当收集起来。所以本身种子本身，伊就充满着一个生命奥妙。真侪科学家用伊一生咧研究即个种子。我会记得足侪年前啊，咱教会的副团契抑佫伫足运作、足闹热的时阵，咱捌一遍过程大家所谓招去屏东啦。屏东一个由迄个中信企业所买一个大农场，这个大农场伫屏东的迄个河边。啊，内面听因咧介绍，就是讲，因就是一个类似讲像一个非营利组织安尼，全世界各位遐食物的样本，啊，拢甲伊摕来遐栽伫遐，啊，甲保存起来，互伊拢有。迄是活米，就对，毋是种子啊嘛有种子啦，但是拢活米种逐位，啊，逐项物件的食物拢家种伫遐，目的拢是为着要保存即个生命。兄弟姊妹，咱知影讲，生命是咱的知识、经验甲理智无法当了解，种子袂当了解，啊，种子内底生命佫较是咱袂当了解。对着科学的发达，互咱虽然慢慢讲一寡知识有发开啦啊，迄个奥妙可能较减少，啊，事实咱知又完真少。比如讲到现在科学家抑佫安尼议论纷纷的讲，那生命来源是啥物？伊的归属是啥物？是毋是亲像科学家所讲，宇宙一个大爆炸，啊，迄个生命就产生啊？啊，咱人是啥物？人的生命是啥物？这拢是一个大灾问就对啦有人甲伊号做天问啦。啊，当即个生命到底咱人类的知识来甲即个生命即个大问题相结合的时阵，到底是好啊歹？科学到底是咧帮助生命呢，还是咧威胁生命？即个代志毋是今仔日咱才咧想。伫足早前英国有一个出名的作家，也是讲一个自然科学家，叫做赫胥黎。伊伫1932年写一本册，叫做《美丽新世界》，已经100年前啊。伊就咧讲起，就讲哇，迄阵英国因为工业革命嘛，真侪问题好像是用人的办法，用机器、用科学咧甲解决。但是到底
有造福人类呢，还是对人类是威胁的？伊咧讲的主题是安尼，伊是咧讲慢慢足进步的科学，但是却毁灭了人性的尊严，甚至成做毁灭世界的能力。什么类拢会当做的科学，敢真正会带来真正世界的幸福？啊，这是贺绪里哈这个中文的这个册已经翻毋知几版啊，就对啦吼。这拢是咧讲起着人面对生命、面对这个恶病。咱搁转来到拄则讲的经济，迄经济也毋是人创造的，人嘛创造袂起来。啊，毋过都伊自然种落去，伊就家己发起来。但是人要甲干涉，有人可能会当药种吼，咱药种互伊安尼发起来，安尼快果子更较好，也是生落来的迄个量更较侪。但是你若干涉伤多，有时咱用人的办法，才颠倒袂当解决。颠倒是咱所看这大自然，日日拢是新热，内面足侪生命奥妙。只是你无去想，你无去看那点。啊，毋过咱好像对科学一个新的发展，哇，就拍破甲学落甲。啊，毋过上帝所予伊迄个生命的奥秘，逐日拢咧演着对，逐日伫咱的目睭前拢咧演，拢咧进行。所以耶稣就是用上帝国甲经济成长的譬喻来讲出这个主题。对经济看生命奥秘。耶稣甲上帝国比作一农夫夜种的时阵，也点出生命奥秘这个问题。生命上大的奥秘是对上帝来，因为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奥秘。换一句话来讲，咱明明知影伊是个奥秘，但是咱若无去甲重视，咱无去尊重，咱无看重，咱有时就是违背了上帝迄个美妙的创造吼。所以咱知影讲，生命奥秘掌握伫上帝手中。就亲像农夫毋知影讲即粒种子压落去，啊，伊困一醒，啊，伊就大长起来。毋过因为咱毋知，啊，咱才会引起咱人的一种好奇心啦，吼。人类的进展就是讲有真侪毋知嘛，啊，所以咱会不断冒险，有真侪惊奇，不断的感恩。所以有人甲伊讲科学吼，毋是发明啦，是结果是发现尔，发现讲即个奥妙。小可知影安尼尔，毋是家己会当创造啥物。咱真实的经节，箴言1章7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就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咧甲咱讲起，拄则迄个生命的奥秘。你若通过敬畏，你才知影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奥妙。意思是敬畏上帝，才是拆开生命奥秘的这个锁匙啦。毋是人会当知影，是因为你敬畏上帝，对上帝的大权能，才知影讲原来生命奥秘甲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讲上帝国，这个大道理，伊用一个细细的经济内面所藏的大奥秘，来相结连。当耶稣甲经济的生命奥秘连接到上帝国成长的这个奇妙，这个譬如强调什么？经济本身一个足神奇的规律，因咱知影，咱实际上上帝国是甲福音有关系，上帝国是甲人的生命的转变有关系。所以当经济在富嘅成长，也甲你咧传福音有同款美妙的道理，因为福音本身蕴含着规律。经济起初是真细，蕴藏着生命。也伫第二咱感觉毋上目，毋过也种个真深的期待，伊照起讲上帝国伫即个地面上，伫咱人的心中嘛是安尼。意思是人尽伊的本分做世人，照时事，照迄个时间，雨水来的时阵，土翻了好，也种子，照即个起工做，互伊大长的是上帝。咱若照拄则所读的经卷耶稣讲的实在是有理啦事实，伊讲，这个夜种的人暗时去困，日时起来，种子就补个大长，伊毋知影安怎。
毋过即摆因为科学，咱讲科学发达啦吼，咱发现讲，政治咧大涨吼，小可有点仔概念，虽然知影小可，因为咱电子列名吼非常即嘛进步啊吼，所以现在用电子控制时间，比如讲有诶是1点钟翕一张，即嘛是一礼拜翕一张，有诶较慢诶物件吼，伊用足久诶时间来甲翕，包括春夏秋冬嘛有人会甲翕。讲这大自然安怎变化吼？我伫迄个网络内底找到迄个柑仔蜜啊吼，番茄的种子发起来的情形感觉讲看到真趣味。较早咱看袂到啦，即摆会当看到种子的发展。咱请人工甲影片放一下，互咱了解原来这个种子的发展是安尼吼。伊这是缩时摄影吼，毋知经过几日啦，毋过伊就是要1点钟、2点钟翕一张，甲合起来变做安尼。咱看迄个柑仔蜜在发，下骹的根在定吼，伊直抽，伊直大。好，咱对这个短影片，咱有一个感觉讲，原来种子在发一粒种子无敢捌，但是伊发足紧，在发足有力，这毋知经过几点几日翕起来好，咱转来投影片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影片可能袂当下载啦伊迄个种子放伫土里伊。一粒小小的种子，有法度甲迄个土甲建互开啦。咱拢知影，兄弟姊妹，你拢捌看到人迄较庄卡，咱市内的点仔咖较无法度，庄卡的点仔咖咯有时拢边仔拢发出迄个草出来有诶是迄个壁嘛是发草，足奇怪的所在，伊拢会发，表示迄个种子的威力啦这是一个截图伊这个豆苗生长记录。就是迄个顶悬是土，但是伊有法度甲经开，根窜来窜去，根窜来窜去安尼。这是迄款经济发展的一种影片。这个拢是咧，互咱知影讲原来伊经济是安尼画的，但是咱毋知讲原因是安怎。即粒经济会发，有可能别粒袂我印象真深，就是讲咱做事人因毋知影安怎发的，但是做事人足厉害，伊知影什么时阵都爱种落去。什么时阵有水爱压，什么时阵爱做什么工课，伊知影讲，若安尼做，经过毋知千百年的经验，祖先留落来经验，我会记得印象真深。阮故乡平湖因为无水啦，无像咱现在有迄嘉南水圳安尼来饮水，所以拢都爱等人讲看天蚕啦，落雨了才有法度人土地来湿。所以我会记迄阵大概拢是过正啦。咱遮农历正寒甲对毋对有时一半日透暝开始压雨落雨。阮一个困醒阮是大人，阮老母拢无伫厝啦。原来拢已经走去远啊，赶紧趁落雨了土松，赶紧来犁田，准备要种作。冬天是寒甲平湖吹冷风，但是伊知影讲，我这个时阵若无栽种。伤慢发袂起来，伤早会伤焦，所以拢都爱照迄个时刻。所以耶稣来真巧妙来指出讲，做事人辛苦工作无平淡，对业种到修行拢无疏忽。尼这咱发出讲，上帝国自然生长像种子，但是人的本分是啥物？你照时间温群。应该做的袂当疏忽，所以用咱的话讲，种子是自然而然，但是不一定是安尼啦。自然而然是上帝的功夫啦，但是需要尽职的做事人才会当有成效。
所以政治更爱重要，是讲伊本身有性命。咱知影嘛？讲有诶政治是拍种诶，啊种落去都违法，啊赶紧吼，搁定乌起来定灾，赶紧，因为违法过几日啦吼，人别诶政治已经咧布个啊，即个未布，啊就赶紧搁换新诶政治。啊，所以政治有性命，迄个功夫才有功效。若是死诶政治，啊较厚诶农夫拢无法度。啊，所以咱甲农夫拢无制造性命诶能力，但是咱有迄个义务，好好互政治发出来。迄个政治，伊诶性命咧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人伫1951年，日本伫千叶县发现讲，有迄个2000多年前诶政治啦，叫做高年纪吼。啊，2000多年就是讲，伊可能放伫土内，也是一个容器内底，啊，甲检查已经2000多年啊。啊，由即个研究者叫做大贺一郎博士吼，伊搁甲载落去种哦，竟然成功，吼，就是讲2000多年前诶莲子啊，搁载挖起来，啊，所以甲号做大贺莲，就是大贺即个博士诶名吼。像即位政治伫暗中来成长，有表什么呢？伊就是咧有表福音啦。咱做世人尽忠野种。来维护啊，但是上帝互伊成长成熟。顶礼拜牧师有受邀请去为着常年幸福小组的一对夫妇的家庭，来为着因度5上洁净的礼拜。是即个春雨兄甲春龙姐因的朋友，进前就是带来伫咱明日书临终执事因遮的同工，大家带的一个幸福小组。我就听到明日就是足谦卑讲牧师啊，阮用遐侪工吼，确实也无啥物果子哈，有点感觉讲歹势啦。我讲袂要紧啊，咱就是像咧做事的农夫啊，咧甲种落去吼，迄大丛吼收割是上帝的意思啊，意思讲甲鼓励安尼。咱无想讲2礼拜前，搁是咧疫情的时间吼，即对夫妇吼，单身吼，伊主动来找春龙姐讲。阮想要吼来教会啊啦，无爱拜祭啊吼，伊就自然甲伊讲，牧师讲好，时间有够，咱就带来啊，所以伫顶礼拜咱就去到因兜，甲伊遐公妈牌拢收起来。我意思是讲有影，咱栽落去到底什么阵会发，咱都毋知吼但是咱无落志，咱照期间、照时间来甲种落去，所以就看见伊收成，毋知什么阵要收成。我想咱兄弟姊妹上大的经验是讲。你上亲的亲人，你要带来教会都无遐简单呢。有时你是为着伊祈祷1、2冬有改变啊。但是有的是祈祷10冬、20冬呢。礼拜5咱教会有甲即个协进会，就是咱台南市的正教会合作，伫咱教会旧所在来举行一个牧者的即个分享会啦。邀请啥人呢？邀请前的。台东的馆长，台东馆长，即个黄馆长来分享。因为伊伫咧做馆长的时，拢5星级的5星级的馆长，互规个台东变成热气球啦，遐观光啦，逐项发展所以诚出名逐摆全台湾的评分拢足悬的就对啦，到做8冬就落任啊，伊来咧做见证，逐位拢请伊去做见证。伊的负责人是基督徒，讲细汉的时阵，伫咱下母会东门教会咧聚会，国小伊的爸爸妈妈去台北啦刷走安尼。伊讲，伊嫁即个黄馆长伊也毋是基督徒啦，但是伊退祈祷，等到伊做馆长。伊才洗礼，表示讲伊对结婚到伊做馆长是人上界高峰的时阵，伊去拄着上帝，讲祈祷20几年啦。若毋是伊即个黄馆长的夫人，伊安尼遐尼绵软用心，伫因整个即个台东县伫通即个地理讲也无钱啦，也无人啦，反正逐项应该有诶拢无啦。伊的负责人就招一顿祈祷团，大家祈祷，为着观光来祈祷，为热气球来祈祷，为着风台逐项来祈祷。上帝就伫迄个奇妙的中间，即个馆长原来是安尼足气的就对啦。伊知影讲我能力偌好，都无法度通
来互即个大东关会当改变，有上帝开力。啊，所以20几档的祈祷，你若放弃，也是讲累志，你就无法度啊。啊，所以即个黄馆长到处去咧传福音，啊嘛伫真情部落格咧做见证吼。兄弟姊妹，最后咱要三甲想，耶稣伫最后讲一句话真宝贵，就是即个稻果也好，麦穗也好，成熟爱有收割的工人。所以29节讲，五穀熟的时，随时用念力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刻到啊，因为收成的时刻到啊。农作物成熟，成熟就用镰刀来收割，因为收成的时阵到。主咧强调什么呢？经济不易成长，怎么安尼唔知？啊，这是议题重点，因为上帝予伊大长，上帝予伊成熟，也毋过你真工予伊成熟，啊，佫有一个最后上重要的关键，就是爱收成。上帝予伊慢慢成长，背后是有尽忠的农夫，关键是上帝大能，但是收成。好亲像你都要入仓哦，收成都要才会种子有用伫咱生活上，安尼才有产生功效，会当饲养家内人，啊，甲才会百姓，啊，伊的成果才会圆满。所以圣经伫咧讲到遮的时阵呢，表示即个收成嘛是代表圆满的日，就是上帝的日到，伊甲末日甲即个收成有结做伙，好的果子要收成。杂草到皮啊，就互除掉；迄个粗糠就要互风飞去。马太福音3章12节讲，伊的手摕粪机要将麦田即个粪清去，麦啊收入仓库，麦芒就用麦花的火甲伊烧掉。意思是我要种植，但是这离离酷酷的，这壳无好的物件拢甲背尾走。要甲火用火来甲烧，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伫尽忠的农夫做事，安尼也无够，是咱要成做一个收割的人，安尼你的努力才有成果。对圆满收成的态度有3项爱注意。第一项就是讲，培养心灵吞忍，因为什么时间要到，咱袂使伤赶紧。咱讲揠苗助长就是安尼，咱袂使。讲赶紧到大长啦，甲扭起来。咱都要任有心灵吞忍的心，等候上帝日到。但什么时阵到？上帝国的日，咱唔知。咱必须会晓持续吞忍，就亲像咱面对疫情的时阵，到底什么时阵是尽头，咱唔知。但是你袂使急啊！足侪国家吼，遐百姓唔知奇怪，伊都挡袂牢，就抗议甲政府乱调工无爱挂口罩，好像讲我无爱挂口罩，要互你歹看，到尾代替着病，甚至死失，安尼有啥物价值的？你爱培养忍耐的心灵。第二，咱爱心怀仰望甲信心，咱爱消除迄个悲观负面的情绪。若是用伫福音的顶面，咱引带一个人，接触一个人，要带伊来到主面前，伊甲你安尼足冷漠的，甲你反对，甚至甲你吐槽。你会感无效啦，无路用啊，足侪负面的情绪一个来。咱来对上帝国迄个经济的大长修成有信心所以咱迄个悲观的情绪就除去。最后一项是讲，咱拢都要好好准备啦。做事人若无好好准备，时机一个到，拢袂赴啊。要收成的到，你贫单。有时咱台湾的稻吼，真奇妙呢。你时间到，你若无收吼，伊就搁倒落啊，倒落搁落去远的，若搁去浸着水吼，都袂收成去啦。时间是安尼控制甲准。咱传福音的工也是安尼，你都要好准备，接受完整的装备。所以门徒要做主的工真重要，你都要随时准备好。所以耶稣伫这段经文马太福音9章37节，伫讲起，讲收割需要更较侪工人。伊讲要收成的真多，但是收割的工人伤少。你就要祈求农场的主人派工人来收割伊的农作物。兄弟姊妹，咱毋若是做事的，咱阁受车要来收割，是亲像面对这个
无确定的末日，你有准备好无？今年咱虽然即个疫情的关系吼，咱小会想讲可能要办即个8礼拜的幸福小组，有一点仔困难度啦吼，也是讲可能伊的成果袂通遐尼顺遂，所以咱就有时要去渐按吼，等疫情若较顺利才来举办。但是咱嘛无因为讲安尼无办较快活吼，来省起来，毋是啦，是讲你都爱趁即个疫情的时间，有真侪人对人生有真侪新的看法咧。你都爱借即个机会，甲你的朋友、甲你的 best、甲你的即个无道友来甲伊讲话交陪，互伊知影讲哦，伫即个危机的时刻，有上帝通靠是何等的帮助所以末世时刻，上帝需要更较侪工人委身伫传福音甲收割的工作咱的中春诗歌吼，咱较老辈兄弟足爱唱，真侪拢会晓背啦吼。中春诗歌第1集的28首，有一首诗叫做《着做工眠时要到》，着做工眠时要到，咱用这首诗做咱一个提醒吼。咱爱做尽忠的农夫，做诗人，咱爱尽力来做工，因为咱毋知什么阵上帝日要到所以咱伫这疫情的时阵，咱嘛得赶紧来做工，准备好来传福音咱。今年会记哩牧师甲咱报告，咱开总会时阵呢，咱福阳教会是受颁奖讲全台湾10间安尼受洗礼，也是讲增加会友上济的10间之一呢，咱是10大之一呢。哇，咱只有这个名称，咱毋是安欢喜甲来庆祝，毋是啦，咱佮加增加一个什么？加增加一个责任，讲安尼咱无拍拼传福音，若佮加几档讲恁无名互踢走安尼嘛闹亏咧。咱都爱好好做工。就是台语会真好听，伊讲着做工眠时要到，军队早起日头，紧行天路无延迟，光阴亲像钱。为主做工心便便，警醒无得亚线。眠时要到，着做工，来战主受当。第2节，着做工眠时要到，望年久到中道，福音着紧去传播，带罪人瓦靠。主满心的仁爱，世间人着敬拜。眠时要到，着做工，来战主受当。今日即位，眠时要到，咱都爱赶紧来做工。愿主互咱对政治甲上帝国迄个奇妙生命奥妙，咱把握着时刻，互上帝的心热伫咱心中来显现。咱参悟的中间，这是咱要来为着几样事来做祈祷主愿的上帝，阮要为着台湾的平安继续来祈祷。感谢主，伫过去这礼拜有几啊日，也是无够有新的疫情，也是新的感染。阮为着疫情会当顺利解封来祈祷，这都是爱全民互相拍拼努力的。阮特别来为着疫情中间，阮侪会友因为工作、经济、甲事业、健康，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来祈祷。上帝伫阮伫疫情顶面，阮大家有平安，总是真侪产业受影响，真侪生意袂当做，真侪店都爱休困。主啊，阮为着这经济上拄着极大压力，事业得到平静的，求你怜悯因，互因会有智慧来找到解决头棒的办法。主，阮为着教会逐项聚会事工会当顺利恢复来祈祷。主啊，这工拢需要亲像做事人，亲像收割需要工人，求你搁重新唤起每一个工位服侍者，看见上帝你伫因心中车派甲呼召，互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传福音的事工，愿会当继续真顺利的发展。做阮也为着即个暑假特别结束，青少年主日的学生要转去学校，求你保守互因平安健康，无受疫情影响。伫学校有好的学习甲成长，所以阮特别即个时阵谦卑求你保守。阮有侪兄弟肉体上拄着病痛，有的伫病院开刀手术，有的伫厝内咧做静养，有的拄着癌细胞侵袭即款的病症。主啊，阮袂当为着因做甚物，
愿只有恳求天顶的上帝，你施了奇妙的医治，因为主你有应允，来用信心祈祷，主你的应允就要伫阮中间。求你保守这病痛中的兄弟，经过医生的照顾，会当顺利恢复平安甲健康。主啊，阮也为着会友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长辈平安健康有喜乐，有上帝你顾守来祈祷。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逐日出门工作、生活、家庭、细囝，也求上帝奇妙看顾。阮也特别为着教会中有兄弟的家庭失去亲人的，求你施到你的安慰、甲透放，以及鼓励甲信心。阮感谢你，互阮今日通过你的话来学习，帮助阮诚侪你所找尽忠的工人，为主做美好福音的事工、上帝国的事工。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我煞接来做几项的提醒甲报告，咱就要来做结束吼。咱拢真关心的新闻，就是咱的疾管局公告2级警戒到9月初6，意思是后礼拜吼，后礼拜佮过拜一安尼吼。咱教会有允准容纳99个人入来聚会啦吼。咱也看到最近小可有较开放，咱毋茫讲9月初6真正会当至少会当恢复到安尼。会当自由进入来礼拜吼，咱现在会友有增加啦，但是咱应该拢伫99人范围内，佫会当容纳。所以若有兄弟你呢有准备心，会当倒来教会做礼拜。感觉讲大家实体吼，互相见面继续烧脑吼。毋过咱目前也是保持实体甲线顶的礼拜同步吼。第二是咱中保大岛的事工，对9月份就要恢复开始，会去咱5月初2吼。来车牌嘛，41期车牌，都无2礼拜，到5月15就暂停啊。所以咱就无搁重新招新的一批啦。咱原来旧的这批，就是41期的大岛勇士已经受车牌啊。咱若9月当然是尊重你若感觉方便，咱祈祷室就开放。咱会请工作人员逐日来做一寡迄个消毒水的清消咱家己本身若入去，因为有迄个酒精嘛，喷的你手换的刀搁切一个，安尼就安全这是咱对9月份要恢复。咱搁一遍再无感谢上帝甲会友的支持，互咱的经济费用拢真顺遂来运转咱有各种奉献的管道真侪人足习惯用啦是要用实体的奉献拢无问题另外是咱奖学金的申请咱到9月初就要结束啊咱学生有即个奖学金，高中到研究所嘛有少年团体的奖学金咱嘛接受各单位来推荐讲即个囡仔真优秀可能成绩无达到迄个标准，但是伊真用认真嘛真热心参加聚会咱甲伊提报叫做助学金啦咱今年咱有即个杨素娇姊妹伊的亲属奉献的即个奖学金也要加入去运用所以咱赶紧来申请。咱也欢迎兄弟来订即个周年的手册，咱到后礼拜就要结束即个周历手册，搁咱有新旧约的现代译本，若有兴趣研究即个台语圣经的，咱伫1楼的公布栏内底有迄个样本，你通先来看，有迄海报就即个就是2种版本，一种是青色的，一种是彩色的安尼另外有2项关怀的消息，咱大家来关心咱本会即个陈美金姊妹的爸爸叫做陈金庭先生，伫8月20安息，要伫即礼拜拜5上午9点半伫殡仪馆的怀泽厅来举行追思个别礼拜咱相关的兄弟若有意向要来帮忙参加袂当真侪人，但是咱若小组会当关心来参与安尼。另外，咱也有第2个消息，就是讲咱的自然执事的妈妈洪素慧姊妹伫昨昏安息，因有定要伫9月初4拜6下晡2点，伫本会来举行追思个别礼拜。咱也关心大岛，为着遗族来大岛，求主赐了即个安慰、信心甲快乐咱最近嘛有听到几啊位的兄弟有病痛，有的去开刀，有的车祸有的需要长期的治疗咱
今日即位，咱常常来提名，为着因来祈祷。咱相信上帝医治官兵，要临到伫因。咱报告到遮，咱请师会来带咱，师会来奉献，甲做结束。同心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嘅道理，我愿意先为你奉献你所受事，报答我主。阿门。请坐。这是咱斗阵来读本月金句，伫《申命记》5章16节，请。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命令你的，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方，日子久长，来享受福气。申命记5章16节。好，这是咱来唱圣诗402首，唱煞请学务处来祝祷。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言行欠你是正，找我今日就受你改变。予我伫黑暗中做个定，为找因带是未老，这是我人生变前行。大家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施恩祝福、帮赞甲引带。甲咱正大家大大小小兄弟姊妹三甲同在，伫即时直到永世代拢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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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咱默祷。感恩来避讳。今日即位咱第一场礼拜到遮吼，
大外口真炎热，大家出入求主保守，大家拢平安，大家互相祝福，感谢主。